来这件是客停车司机的苦楚，为着要加赚一寡钱，走夜车煞去载着恶客。代志发生伫花莲，这个乘客伫吉安乡就车，这乘客甲司机讲话讲到顶档，竟然出手共拍，煞来甲司机的目睭掩起来。司机看无路，车转去弄路边，赶紧来报警。啊，这个拍人的乘客嘛已经被抓起来了。后座乘客向司机的头一直拍，甚至还阁甲伊目睭暗咧，抽伊的头毛。司机忍痛继续开车，因为伤痛，煞失去控制去弄伫路边去。随后，司机向过路人喊救命，拍人姓地男子嘛被送入美仑派出所。乘客有喝酒，脸部淤肿。警方调查坐伫后座电线男子，2月2日半暝点半，对花莲上车要前往吉安的路中，疑似2个人发生冲突。开车开到一半，电线男子就开始用拳头舞拍临线驾驶。其他白班计程车司机嘛讲开夜车，上重要就是爱晓保护家己。跟客人交谈的时候，会比较不要跟客人有一些冲突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是，不理他，好，当先保护自己啊。临线司机送病院验伤了后，向警方提出伤害告诉。电线男子嘛被传往美仑派出所管束。开夜车趁钱，想袂到有煞有乘客拍，司机嘛讲真正是有够衰。